最近流感咁犀利，你身邊係唔係好多朋友、同事都中咗招啊？除咗戴口罩、勤洗手，你又知唔知，其實我哋嘅飲食先係抵禦病毒嘅第一道防線嚟㗎？你係唔係都諗緊可以點樣透過飲食令自己嘅免疫力強啲，冇咁容易病呢？今日我哋會先探討腸道健康以及益生菌嘅作用，跟住仲會分享點樣透過飲食嚟提升免疫力，仲會推介幾款預防流感嘅超級食物，等大家全方位提升免疫力，輕易應對流感高峰期啦。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首先，腸道健康絕對係免疫力嘅關鍵。你可能唔信，其實我哋身體有超過70%嘅免疫細胞，原來都係集中喺我哋腸道入面㗎。你可以想象下，腸道好似一個迷你嘅生態系統，入面住咗成幾十兆微生物，數量仲多過我哋身體啲細胞添。呢啲微生物，我哋統稱佢哋做腸道菌群，對健康影響好廣泛㗎。佢哋唔單止幫助我哋消化同吸收營養，仲好似一隊訓練有素嘅軍隊，幫我哋抵抗外來嘅病菌。但當腸道嘅好菌同壞菌失衡嗰陣，啲壞菌就會亂咁放毒素出嚟，仲可能會穿過腸壁滲入血液道，搞到全身發炎，甚至對各個系統造成傷害，好似增加上呼吸道感染嘅機會。咁樣病菌咪有機可乘咯，抵抗力自然就下降啦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腸道免疫軸線啦。所以話想預防疾病，保持腸道菌群平衡就係最重要嘅一步啦。講到腸道健康，當然唔少得益生菌啦。呢啲就係啲活生生嘅好菌，可以定居喺腸道入面，調節翻腸道菌群嘅平衡，幫你鞏固免疫系統，促進消化同營養吸收，又可以抑制壞菌滋生。其中比較常見、效果好嘅菌株有乳酸桿菌，佢專門刺激免疫細胞去產生抗體嘅；而雙歧桿菌就可以幫手調節免疫反應，唔會出現過激嘅狀況。仲有嗜酸乳桿菌，佢可以加強腸道屏障功能，就好似幫腸道起多道牆咁咯。咁食幾多先夠呢？一般保健嚟講，每日建議嘅攝取量就約10億到100億 CFU 左右。另外順帶一提，近年都有啲研究發現，打咗流感針之後再補充益生菌，仲可以增加免疫細胞數量，有效對抗甲型流感，唔單止降低感染率，仲可以加快康復嘅時間添。咁喺啲咩食物度可以揾到益生菌呢？想食多啲益生菌，其實都唔難嘅。天然發酵食品就係最佳選擇啦，例如乳酪、泡菜、味噌、納豆同康普茶。呢啲食物經過自然發酵，含有豐富嘅活性益生菌，可以改善腸道平衡。舉個例，泡菜唔單止爽辣，開胃又美味，仲可以同時補充維他命 C 同益生菌添，一舉兩得。而日式麵豉湯就含有益生菌同大豆異黃酮，抗氧化力強。朝早飲翻碗仲暖粒粒添，建議大家試下每日食一小份，簡單又有效。例如乳酪或麵豉湯1碗，泡菜1小碟或者康普茶1杯都得。除咗益生菌之外，仲有邊啲食物係流感季節嘅超級食物呢？第一樣走唔甩嘅一定係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啦，包括有橙、柑、奇異果、甜椒同西蘭花。佢哋係天然嘅抗氧化劑，可以幫身體抵抗自由基，同幫助白血球運作㗎。跟住就係優質蛋白質同豐富奧米加3嘅嘢食咯，三文魚、青魚呢啲深海魚，仲有合桃、亞麻籽同埋牛奶、豆漿，都可以幫身體減低發炎反應㗎。而要免疫細胞運作正常，鋅都唔少得。含有鋅嘅食物就有生蠔、牛肉、南瓜子、腰果同豆類咯。跟住唔少得嘅就係廚房三寶：洋蔥、大蒜同生薑。呢3樣嘢唔單止煮餸好野味又驅寒，大蒜同薑入面嘅大蒜素同薑辣素，仲有抗炎、抗菌同抗病毒嘅功效添。而一啲深色嘅蔬果都好幫得手㗎，例如紫色食物就包括藍莓、紫椰菜，入面嘅花青素可以增強免疫細胞；而菠菜、羽衣甘藍就有豐富嘅多酚同埋類黃酮，係強效抗氧化劑，可以保護細胞免受損害。其他仲有啲咩法寶呢？諗諗下都唔少㗎，好似香蕉入面嘅寡糖就可以幫啲益生菌生長，
而綠茶入面嘅 EGCG 成分，亦即係成日聽到嘅綠茶素或綠茶精華，佢就有抗病毒嘅特性。菇類好似蘑菇、冬菇、靈芝，佢哋含有 β 葡聚糖，可以幫你啟動免疫系統㗎。最後唔好忽略維他命 D 啊，佢係免疫系統嘅指揮官嚟㗎。每日曬下太陽就可以吸收到㗎啦，重點係免費嘅添。係唔係都好想知道可以點樣配搭嚟食呢？呢度有個好簡單嘅防流感健康餐單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，早餐就食翻碗希臘乳酪，可以加埋啲奇異果粒同燕麥片一齊食。而午餐先飲翻碗麵豉湯，再食個主菜，我就揀咗香烤三文魚配雜菜。下午茶嗰陣嘆翻一杯康普茶，跟住晚餐就食蒜蓉煎雞胸肉配炒雜菜，主食可以揀食翻個糙米飯添。咁樣一整日，你嘅腸道好菌同免疫防線都全天候有晒保障啦。最後提提你，強化免疫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係要持之以恆噶。好，而家又到我哋嘅互動時間啦，快啲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平時最經常食嘅發酵食品係邊樣呢？1. 乳酪， 2. 泡菜， 3. 麵豉湯， 4. 康普茶。總括嚟講，只要你肯俾啲心機，透過均衡飲食，注重腸道健康，適量咁補充益生菌同食翻啲天然發酵嘅食物，再加埋富含維他命 C、D、鋅同抗氧化劑嘅嘢，你就可以幫自己嘅免疫系統築起一道超級穩陣又堅固嘅防線啦。仲有，記得要避開啲地雷食物，好似加工食品、高脂肪嘅炸嘢、快餐呢啲，佢哋會加重腸胃嘅負擔，拖慢身體復原噶。記住，衣食同源。食物就係最天然、最好嘅疫苗。如果再配合埋適量運動同充足睡眠，咁就事半功倍，效果更加好㗎啦。最後，祝大家個個都成為流感絕緣體，身體越嚟越健康。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。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